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的妈妈。2018年长女这本华语小说出版，这是洪明德老师的头一本册。加长当这本册就摕到台湾文学奖的金典奖、金典奖甲贝雷奖，共迄当嘛着金鼎奖。这本华语册内一直有真侪台语语词甲对话。后来洪明德家己经几篇翻写做台文，搁再出版。我今日主要要讲罗迪的红小姐这篇，不过我先来简单介绍这本第一篇小说集。本地华语的出版是有9篇小说，台语版是为内底经5篇，搁加添一篇野马，总共6篇。2021年9月出版。这本内底写即马高雄甲台南的各界迄搭的人，因的生活甲因的故事。台语版的头篇，船长爸的奋斗，讲一个船长伊的秘密，要选举的时安怎来暗藏。3月迄载写饲鱼仔的人，甲来台湾结婚的新住民。野马是写一个大巴肚有新生囝的尼姑。丹罗是讲一个对抗地方开发的环保人士，后来敢若会使逐天去等看乌面拉杯。第5篇写作是写一个反抗爸母安排的婚姻，离家出走，佮回来照顾老爸的女性同志。上落尾一篇是我今日要介绍的罗迪的红小姐。这篇写红小姐臭耳人。讲话袂清楚，伊会变做安尼，是细汉时因小弟破病真久，伊爱因小弟去台南找医生，结果嘛互话着，做伙拢变做臭耳人。红小姐的老爸本地请人甲伊做媒人，毋过红小姐煞伫伊食头路的饲料场，熟悉一个查甫人，甲人走，出去4-5天，才搁回来罗迪的厝里。因兜算有家伙，所以红小姐就带厝人买菜煮饭，照顾因老爸。就安尼，佮过10天，红小姐拄着一个来推销洗碗精、甲伊相共臭耳人的查甫人。迄个人走了，伊就险因孙仔带伊去办一支手机啊，不时用 LINE 甲对方联络，一直到对方写批甲伊讲要搬去桃园。请伊汇钱去斗相共，红小姐佮包袱啊款款的去车头要坐火车去桃园找迄个人。故事停伫红小姐去到车头，回想伊10当前嘛是坐火车对人走的时阵，伊家己嘛无确定即马手提桃园住址敢是真的。毋过伊要是爬去车顶看火车会甲伊载去倒位。臭耳人的红小姐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因兜兄弟姊妹真济，因小弟破病，敢若伊会偷偷啊，甲因小弟爱去台南找医生。伊伫车头等车的时，头壳底还咧烦恼因阿爸毋捌试过洗衣机，袂晓洗衫，
衫无人洗，厝内无人款，要安怎？甲册内的地景头前讲的几本小说拢无相共，洪明德写的小说无假实，无明显的信息，特别是讲到尾，结局嘛留真济空间，互读者家己去想。洪小姐敢若有坐去往北的火车顶，也解释无。因老爸敢有约着伊，伊是去倒位？这个问题拢无遐尼重要。规篇小说是甲洪小姐做一个听无阁无啥会晓讲话的人，伊逐工遇到的困难写甲足详细。伊甲遮个人、遐个人安怎计较，有啥物交叉，伊安怎拢无法度完全表达伊的意思，互人知。即款无法度甲人对话的虚伪是写甲真明显。洪小姐要去拍车票进前，是有练习真济工，要甲地点讲互明。毋过买票的洪喜龙犹是听无伊要去倒位。作者写讲，排队是愈排愈长啊，有偌菜篮的，嘛有穿甲啪哩啪哩的义工。洪喜龙互大涂骹的声逼甲真着急，伊请洪小姐到后面小等咧。洪小姐吐一口大气，拍几张到高雄的票了后，伊行去资料塔甲悬悬的桌仔，抽一张台湾省地图出来，要去倒位。洪喜龙的声甲洪小姐共步起来，洪小姐甲目镜拔起来，目睭蹙做一条线，袂输猫仔。洪小姐无听到，讲话袂清。伊写字真水，讲的是台语，伊拢会去麦当劳坐，毋过伊毋知薯条、可乐、汉堡的台语安怎讲。遐个少年店员阁听无伊是咧讲啥，见摆点物件拢拍讲手乱。过年时，伊的兄弟姊妹真济人会转来食饭，伊准备纸要写甲人开讲。毋过无人要去看伊咧写啥，伊捌要去外面洗厝，毋过敲电话去，话讲袂清楚，就算去看厝，伊无红无头路，嘛无人要甲厝洗互伊。伊甲孙仔去办手机仔，孙仔听无伊是要传来，摕伊拣一支袂当用网络免钱的机仔。手机仔，互伊会使写字甲别人联络开讲。毋过伊家己也晓伊过即款新的科技，无看到人，无听到声，干那用写的，敢会互人骗去？伊伫路顶的孤单，互伊就算是互人骗，嘛是要阁坐火车离开遐。洪明德写的人物拢甲洪小姐相共，拢想要离开故乡。阁真丢毒，伊写的女主角拢会反抗，特别是反抗厝内婚姻安排。毋过嘛拢是继续咧照顾厝内的人。做一个作家，洪老师写的人物有真济款身份，有政治人物，有环保人士，有新住民，有女性同志。一本台语的单路6篇小说，都有3篇咧写女性。这除了有真好的观察，阁得了解逐个人，为因的处境来设想，才有办法写甲遮尔有路。洪明德老师写遮个人物，描写的方式是拢有距离，真济是用第三者的角度，真详细。无带情绪咧描写发生的代志，伊留互读者家己去解说伊看到的。为册内的内容嘛看会出作者对家己故乡环境的感受。单路内面的背景是洪明德老师的故乡，小说内面写的有声有影，阁有气味。伊写讲，迄一日旧透天厝的玻璃门无关。南国的空气袂伤冷，日头甲风烘烧了后，
透过网仔门送入来，光线点点缀伫洪小姐的裙顶，只有园仔内的金蕉树伫咧萋萋蹙蹙。洪老师嘛会足清楚写出物理空间，厝内家具安怎放，拄仔顶摆啥物，伊会足详细写路人看到的，互毋捌去过路竹的人嘛想会出迄个所在生做啥款。伊写洪小姐骑奥多麦，伊经过老诊所、金香行、观察店，阁有即马春空地仔的旧菜市，接到日本人开的迄条产业道路，刷落来到一个要90度的长弯路，甲方向拢无甲规个东倒西歪，火车头就徛伫弯路中。路竹是一个真有历史的所在，伫荷兰人时代就有记载。1764年的凤山县志就有写着半路竹，是伫凤山甲安平的半路，遐有真侪竹仔，可能经过的人会伫遐歇困，所以叫做半路竹。嘛有人讲半路是指平埔族甲埔堰社的路程，所以半路竹是平埔族语。嘛有人讲半是因为竹林仔足济，真歹行，所以叫半路竹。日本人甲半摕掉，就剩路竹这个名。即阵的路竹有4宝，一个是柑仔蜜，一个是花菜，过来是鸡卵甲沙巴鱼。路竹的洪小姐这篇有写车站后面的饲料场，因过洪小姐食头路的所在变做鸡寮。册内也写着鸡卵哪生，钱就哪济。这位有一个历史人物黄文强，伊是路竹的头一个齿科医生。黄文强为日本返来台湾，看到台湾经济变歹，伊甲建中的校长陈文彬组一个读册会，教读左派的册。1952年，伊自首了，有人判15冬，结果蒋介石甲伊判死刑。伊毋捌看到的查某囝，上细汉的查某囝黄春兰，今年才出一本册《黄春兰的逆袭人生：迟来的遗书》，写因老爸甲因兜的故事。黄文强过身了，伊的牵手杨青莲咧教册，为着互囡仔有较好的环境，因搬去台南。毋过工课无法度调去台南，所以伊逐工为台南到路竹通勤，家己饲3个囡仔。这个故事伫华语版的单路有写着。这本册真好看，作者用真清楚的目睭去观察四周围的环境，用真开阔的心去理解人的世界，才阁用伊真好的文笔写出来互人知，互咱知影世界看起来袂输白正无味的人甲生活，其实遮逐个人、逐个所在拢有无数上的故事。洪明德老师是医生，伊伫摕到台湾文学奖进前，就捌到台南文学奖、打狗文学奖。单路的册皮介绍写讲，伊毋望家己会当做台湾小说界的美空混出。我一直拢想无伊是安怎要安尼讲，特别是我已经对美空混出无啥印象。一个减我要20岁的人，知影美空混出，佮讲伊要做文学界的美空混出，是真特殊的代志。后来是看到洪老师的访问，才了解。伊讲，伊希望会成做一个像美空混出的小说家，为少年唱到老，毋若声越阔，领域多元，重点是久长。今日这集是册内的地景的上尾仔集，感谢文化部的补助，
嘛欢迎大家写批来讲恁对节目的内容的想法甲看法，甲分享恁看这个册的感想。节目的内容的文字稿拢会刊伫台语生活电子报内底，大家会使哪听哪读。请会记得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甲留言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 show note 有ECP 链啊。后礼拜的节目会提早一天放送，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在的妈妈，大家再会。来还。